各位有人是大伙，各位工作人员、配合人员大伙，各位服务人员大伙，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来参加今年这个会考的各位学生，大家早安。学生早安。我们今年是中华民国108年的读经会考。读经会考顾名思义，过去我们历代圣贤留下来的经典，是给我们文化的传承。但因为这种文化传承，因为文化有两种。一种是文字文化，一种是语言文化。文字文化就是能够保持比较久，那语言文化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中国话，已经几千年来传承了，所以经典的文化传承。是叫我们每一位，人生在这个人世上，能够真的以我们中国文化来学习，因为唯有中国文化才是博大精深。所以说，这种文化虽然文字上有时候我们所看的。不是很完整，比方说